顶个月底，花莲马太安溪房山学1楼，真侪民众是出钱佮出力，要甲花莲岛救灾，却有人去互诈骗集团利用去啊！刑事局就呼吁民众，若要捐钱帮助花莲，就要证明为福部甲花莲县政府公布为主，才袂去互人骗去。另外，也提醒民众刷落来，这破发现金1万块，可能也是后一个诈骗的出头。 诈骗掠袂离，诈骗的手段愈来愈侪种，除了网络诈骗、投资诈骗，刑事局表示，即马阁有利用花莲救灾的名义，利用民众的爱心来做诈骗。目前接到11件报案，2件是骗爱心，8件是加来骗运费，阁有1件是网络诈骗。刑事局提醒，若要捐钱予花莲公福，也是爱以为福部和花莲县政府的公布为主。 爱心捐款一定要依卫福部公布的9月25号公布的一个专案，来进行捐款或者是来汇款。那不明的连结或者是简讯，也千万不要去点选。那有任何的疑问，请拨打165专线来做查证。根据刑事局统计，顶个月9月份，全国平均逐工受理案件含财损的金额，拢总比去年同期减少22%含44%。但是刑事局也是提醒民众，要注意网络买卖、投资诈骗、假交友这款的诈骗。 去年的9月的话呢，每一天发生的件数大概是601件，那财损呢3亿9700万，那3亿9700万。那这样的话，发生件数减少22%，这个财损的部分呢是减少44%。但是呢，诈骗的手法呢是不断的推陈出新，希望大家呢。 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提高警觉。刑事局搁一摆强调，政府未发底信，也未请民众去 ATM 做操作。民众爱会记个4个原则：卖点、卖输入、卖汇款、卖转团。另外，刑事局提醒，刷落来政府准备要普发1万块现金，提醒民众也要注意，才袂互人骗去。记者陈心东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